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蔡英文伫国庆典礼讲，拒绝一国两制，中华民国台湾是上大的共识。邀民众伫香港街头插中华民国国旗，表示台湾甲香港需要自由民主。连假头一天，南下路段透早6点5就开始塞车，往宜兰的国道5号也塞1点钟。宏泰哈基比赛是愈来愈强，也向日本关东地区去，真侪国际比赛也停止。在今年的国庆，总统蔡英文用言论治国，正正世界正做演说的主题，先讲到中国威胁是拒绝一国两制，也是2300万人民上大的共识，也强调讲中华民国唔是谁的专利，台湾也唔是谁会当独占的。中华民国台湾是社会上界大共识。总统蔡英文发表108年国庆谈话，面对中国对台打压，有望小连续断高。蔡总统以坚强治国、振兴世界为主题，台先特先强调，拒绝一国两制是台湾人民上大的共识，也将香港议题放入文革中。距离我们不远的香港，因为一国两制的失败，正处于失序的边缘。尽管如此，中国依然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断地威胁我们。一旦接受一国两制，中华民国就没有生存的空间。身为总统，站出来守卫国家主权，不是挑衅，而是我最基本的责任。蔡英文讲到，中华民国已经伫台湾徛立超过70年，搁较讲70年来共同经过种种严格挑战，也毋过无安尼拍倒咱，也互台湾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民主典范。强调中华民国毋是啥物人的专利，生活伫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拢袂当互相分割。中华民国不是谁的专利，台湾也不是谁可以独占。中华民国台湾6个字，绝对不是蓝色。也不会是绿色，这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共识。要从市电任的蔡总统除了讲3年外来的政绩，检视国防自主、贪污国际等，也讲出后阶段的3目标：持续壮大台湾，强化经济的实力，积极走向世界，克服挑战，让中华民国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抬头挺胸，勇敢自信。典礼开始前，蔡总统也伫府内接见外宾，一班来台参与国庆活动的各国重要贵宾，拢总有20团317人。主要祝贺团重要贵宾包括圣卢西亚总理查士纳、瓜地马拉副总统卡佩拉等，非报告国也有美国、日本、德国等重要议员团来访。记者综合报道。在今年国庆大会唱国歌是由去年摕到台湾国籍的新妇雷敦豪、甲钢琴家丁典祖，以及着30位东南亚的新住民做伙来带唱。落尾由经国号战机压场，飞过总统府的天顶，旅服小组也放出3色的彩烟，互今年国庆有大趴尾表演。整齐拍鼓声真有气势，由日本专科学校110人组成的勇士战鼓队，今年国庆大会典礼就此开始。中华民国3军仪队，国防部3军联合各机队也以众神阵容，整齐脚步进场，各队奏出张惠妹经典歌曲《牵手》。机队队员提6公斤大 M1 步枪进行灰色人称，摆成各种经典队形。即将通过的第1梯队由空军救护队 UH-60M 型机担纲。在分享表演了后，登场是伫第一时间飞去在乎抢救民众生命财产的空中慢速机队，又包括 UH-60M 乌鹰直升机等机队进行空中训练式。恶劣的天候与危险环境。唱国歌。今年国歌由规划台湾的雷敦豪新妇加钢琴家丁天祖加上30位东南亚新住民共同演唱，展现融合的精神。演唱当时，日本航特部运输直升机吊挂大型国旗飞过观礼台。国
防部宪兵指挥快反连演出重振铁骑零设施，由宪兵骑重型机车进行会式展演甲分列式表演，也个摆出详细的队形。具有高度荣誉感的官兵，每一位。今年国庆以下手世界台湾耀辉为主题，在国庆火车游行嘉年会结束后，由国旗国队 IDF 经国号战机最后冲场 AT3教练机5机组成大雁队形升通过，帅气绿号小组为总统府塔楼飞过，基尾个放长长的红白蓝三色彩烟，让全场的观众学了个搭字，也让国庆大会有一个精彩结束。记者综合报道。经过35天，在今仔日，告美国联邦参议员 Cruz 出席咱的国庆活动。总统蔡英文接见伊的时阵 ，Cruz 也展现美国挺台湾的态度，也讲到全世界拢伫咧关注香港防压迫，捍卫自由民主是真重要。对世界来讲，台湾更加有代表意义。克鲁兹参议员 Very good to see you again. So nice to see you here. 双手握着总统蔡英文接见意向挺台湾的老朋友，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員克鲁茲，伊閣是近35年來第一位出席國慶活動的美國聯邦參議員，也要就此展現美國甲台灣的緊密關係。I am proud to be your friend, and I very much want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know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proud to be your friend and proud to stand with you. 克鲁兹強調，台美在軍事經濟上攏有良好的合作，也希望看到台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相信對兩國攏有幫助。克魯茲也講到，台灣成功示範自由民主會當在亞洲運作，所以中國才會這麼驚台灣的成功。今麥世界攏關注香港被壓迫，所以台灣有代表的意義。And on the brutal repression that is being visited up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 stakes of fighting for democracy and fighting for freedom are all the more important. And that is what Taiwan rightfully symbolizes to the world. 我们也希望台美能够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来持续加深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台美产业的发展。蔡总统除了希望台美关系加深，也感谢克鲁兹这几年在国会法案上对台湾的支持。另外，外交部长吴钊燮9號頭一擺甲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謝德納聯名投訴美國媒體國會山總部，呼籲強化台美關係，並且結合理念相近的國家，共同對抗中國在太平洋區域日漸擴大的影響力。副總統陳建仁也將在10號半暝出發前往梵蒂岡，再度代表總統蔡英文訪問教廷，穩固邦交的意思真高。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是雙十連假的頭一天，高速公路自透早6點外，南下就開始直咧塌，時速也無到20公里。特別是往宜蘭的國道5號對南港到邊南，就塌尾在1點鐘。馬仔是第2天，高公局也預測講，可能是以南下路段為主，塌車的所在較今仔日是差不多。雙十連假頭一天，透早6點外，國道高速公路開始出現車潮。早起8點過了後，部分路段塞車，塞甲真嚴重，時速無到20公里。包括國道1號湖口到新竹，國道3號三英到關西，國道5號南港到北南。其中國道5號一直到尾仔5點過了後，車流才慢慢疏解。截至下午4點左右，那整個往國五的一個車潮的一個長度也大概就是從原來的南港系統到頭城，也縮短從到石碇到頭城這個路段。高公局表示，雙十節即天是4天連假中上大的一天，規天車流量上看122萬車公里，是平日的1.4倍，以路南車流為主。馬仔是連假第2天，也是以路南交通量為主，規天的車流量大約是118萬車公里。估計塞車路段甲今仔日差不多，不過路南車流會比今仔日晚1、2點鐘才出現。上午的大概從7點到中午的12點，這個時段呢，會從楊梅登到新竹這個路段會屬於車多的情形。那國三的部分也大概是這個時段，大概從8點到中午12點哦。那這是我還是以南下的一個車潮為主。高公局提醒，連假期間國道實施單一費率，國道3號新竹系統甲燕巢系統各8折收費，半暝關鍵到5點暫停收費。民眾會當加利用替代道路，也是離峰時間上國道出門前先查詢路況，以免塌佇車陣中。記者綜合報道。
连续4天的假期，加上秋冬旅游补助，整地景点头一天人就吵。新竹游乐园一透早就咧排队。屏东也因为有国庆的宴会，伫恒春、垦丁甲小琉球这2天，酒店拢是客满，有影是全人。游乐园早起拄开园，排队买票民众已经真多，后壁还阁有人甲车一直入来。双十节连假，业者原本有估每天游客量应达到1万人，无想到头一天就超过1万人。天气非常的好哦，今天在开园以后呢，已经涌入大量的游客哦，预计在今天呢，可望可以突破上万的游园人次。入尾坐船往屏东小琉球的东港码头排队的人也是队，等准时排到马路边。客轮已经无时刻表，业者用航班上大的负载量营运，每20分钟开一班船。不过游客也是要排队7点钟以上才有法度来上船。排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1个小时哦，应该有吧。我们3艘船机动加开，所以平均每20分钟会有1班。林那小琉球人真多，搁再向南的第一线省道南下垦丁的车流，无到早时9点就已经瓦滚过年假期的车流。警方赶紧用交通水来调拨车道，车也只能慢慢行。今天早上车流出现的比较早那在9点的时候每小时的车流量将近2600辆，已经接近春节时候的最大量了。恒春垦丁的民宿甲饭店大房这2天全部满。业者推估，除了4天连假带来人客以外，国庆宴会伫屏东西放宴会，也是互屏东真做这波旅游焦点的原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今日也扩大举办国庆升旗典礼，现场也来了真侪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者。韩国瑜伫咧演说时阵也讲，大家在讨论的亡国感是民进党执政所造成的。中昼伊也来到竞选总部，发表两项政策白皮书，提出一中国表的9二共识。甲前国安会前国安局主管车内，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趁国庆日发表2项的政策白皮书，提出4大重点。我们一定要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坚持一中各表的9·2共识。第二，两岸应该恢复互信，重建两岸对话的架构。韩国瑜希望以一中各自表述的9·2共识恢复2岸对话，也希望朝野应对2岸关系讨论出共识，并且用台湾经验促进对话的民主化。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设下1国2制台湾方案的口号啊。韩国瑜的9·2共识是咪法度伫2岸拍通关？竞选团队强调，会支持1国2制。1国2制跟9·2共识绑在一起是蔡英文。不是习近平，这个我们民众真的要搞清楚。目前不存在统一或独立的条件，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限制下一代人的选择。韩国瑜强调，一旦台湾主权受到威胁，也会野情捍卫。不过，这阵重点应该是寻求和平稳定发展。选伫国庆日谈2岸关系，韩国瑜早起参加高雄市政府扩大国庆升旗典礼，就强调爱彰显中华民国荣光。伊发表15分钟的演说内底，也讲到社会上有人认为国民党引发台湾的亡国感，不过民进党才造成亡国。最近都在谈亡国感，我想请问，是谁把中华民国变成这个国家？是谁在抹杀中华民国的历史？是谁将拥有主权、军队、宪法的中华民国政府矮化？把我们中华民国矮化，一天到晚拿中华民国跟香港来比较。演说的时阵，韩国瑜后壁的国旗背放，雄雄敢若要倒来，工作人员赶紧甲伊踩好。伫升旗典礼除了乐仪队登场演说，也来了真侪外县市来的支持者。现场有真侪国旗，或是有人大喊韩国瑜当选，敢若亲像造势大会同款。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举办国庆升旗活动，除了市长郭文德、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还有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也来出席。郭党也对媒体表示讲，家己无要选2020的总统，也未甲宋楚瑜来合作，也未来政党，会专心甲郭文德拼国会席次。
国庆日来临，台北市政府早起7点半准时升旗，市长高文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也有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三个人头一排讲台大声唱国歌。进前传出郭文哲因为筹组台湾民众党，并且甲郭台铭合作，冲刺每年的国会席次，和宋楚瑜不满。即摆两个人讲台，也讲细声话，看起来关系有改善。只不过郭文哲也未抵数，宋楚瑜就先离开，出现时间无到半点钟。大家在你致辞的时候，宋主席就先走了耶。他，然后你要在联访的时候，郭台铭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刚好走，是不是？不是，联访那边又不用跟我一起联访。加宋楚瑜无讲，郭台铭真好民主，但典礼结束，但完彩带才离开。中途也有支持者相争握手顶现高人气，质疑郭义松合作敢有谱，引起关注。会跟宋主席合作为什么？小心，小心，小心，不要选，小心，这边，不要选啊！要往你的右手边吗？要往你的右手边，要低老赢，谢谢。前面他开，好，更加完美。或者有时候他做什么决定，我们也不会去给他过度解读。国旗飘扬看过去，规片青天白日满地红。郭台铭结束北市府升旗，随官往汤圆，参与民间升旗仪式，履行伊初选时的约束，再度前往国旗屋，甲支持者见面，只是1个月前，才过歌王合体，即摆已经成为过歌双讲台。宋楚瑜不了有中出刚好意思，坚持参选到底。王金平对亲民党参选门票有关强调，继续等待。那跟宋主席现在谈的结果如何？姻缘到了吗？再继续嘛，再继续等待。我没有主动去要求见面或怎么样，还没有。王金平今年无出席国庆典礼，也佮公布收到国民党的爱国旗国庆大会，2020各阵营算伫正，什么人甲什么人结盟，对选情拢有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庆典礼，大家也拢静静看政治人物的互动。总统蔡英文甲前总统马英九两个人体貌性的握手，无虾米互动。另外，日华议员昆丹辉也带团来参加。也有侨胞讲，总统大选一定会回来投票，大家观众也真热情。下着机啊，天地看台前第一。日华议员昆丹辉率团参与咱国国庆游行，总统蔡英文甲立法院长蔡家全也热情握手回礼。伫今日日本刑事司台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国庆贺电升旗后，这个举动再次代表台日友好。蔡家全伫致辞时强调，台湾自由民主精神甲人权是上强大的力量。健全的民主制度就是台湾人最强大的力量。纵然中华民国的邦交被恶意破坏，但我们深信自由最终会战胜一切。包括前总统马英九甲前副总统卢秀莲拢出席国庆典礼，那日也同齐唱国歌，马英九更加大声唱。近来马英九甲蔡英文伫外交甲邦国干议题一直交战，虽然伫国庆大殿上两个人有礼貌性的握手，也过无更较侪互动。把两岸达成了27年的9·2共识一中各表扭曲为多数台湾人民反对的一国两制，这不是一个总统应该做的小动作。至于早早就到场的卢秀莲，伫台顶甲其他人互动无济，颠倒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甲民进党主席窦永泰一直起起楚楚。提到总统会谈文件，那我们交换了一些意见。他没有跟你说会不会参选，宣布参选？没有说。台顶政治人物活动成为焦点，大家气氛也真热。有真侪位各地返台参加的侨胞，其中有人讲要等到台产投完票才回去。我还希望可以留下来投票。我希望我们的台湾越来越好。为了庆祝国家生日，也有伫南非教册的侨胞老师，特别手工制作融合当地特色甲咱国国旗的服装，非常引人注意。他们的一种传统方式，那我给它加上我们的国旗。热情的侨胞用行动挺相信国庆，和国庆大典除了浓浓的政治味，更加增加一份人情味。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南投的南港工业区有一间工厂，在今日下晡1点的时阵发生3个人死亡，的工程安全意外，3个工人伫20外公尺悬打铁架时阵，煞向落落来。另外，在分林的158线河尾往斗南的方向，有一台小载奥多摆为着要闪发财车，煞互后壁的沙石车甲交过，也造成2个人来死亡。救护车赶到现场，一个人已经明显死亡，其他2个人赶紧送病院。虽然一路上消防人员赶紧来做急救，也毋过伤势伤过严重，最后也是不幸死亡。患者到院前已经明显死亡，初步检查是两侧肋骨多处骨折，并发气胸、血胸。10号下晡1点左右，这个位在南投南港工业区的工厂发生工安意外，当时3个工人正伫悬的所在，伫咧搭顶楼的铁架啊，吊车敢若去交到顶面的锁啊，有是3个人对工作平台安尼摔落来。在我们前往的路上就已经有通报说疑似高空作业坠落，然后有3个人，然后2个明显已经有后卡。警方调查，这间工厂是伫咧做焚化炉的相关事业，这座现场正伫咧进行采证。3个工人拢是中华官民，相关单位嘛要对公共安全甲劳动检查是毋是违规来做调查。伫咧分林是机车甲沙石车发生意外，骑机车的人甲互伊载人，互沙石车碍过，结果当场死亡。机车的骑乘者跟驾驶者2位不幸跟沙石车发生碰撞，那初步研判是当场死亡。警方初步了解，10号中昼12点外，2名女性骑着一台车，沿着分158线公路，对于后背骑对斗南方向，却是伫这路口为着闪避一台小货车，机车偏到来车道。沙石车司机讲，看到已经袂赴啊，而警方也要调查这肇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森林铁路一直受到国内外旅客喜爱，不过审计部的调查发现讲，阿里山全线唔但有9位，拢是伫咧水棒山的溪流范围，而且去年8月底，佮发现讲有58位是车厢较变的风险范围，这拢需要赶紧来解决。若拄着假期，就被国内外游客客满满的阿里山森林铁路，一直拢是家己观光热门景点。不过审计部调查发现，阿里山全线不只有9个伫土石流、暂时溪流范围，到去年8月底为止，也有58个较并且中关度风险区域有待改善。针对这个高风险的地方，还有就是中高风险的部分，我们完成了20处的改善。从今年到112年5年里面，我们争取了6.71亿路线结构及边坡安全改善与监测的工作。全长71.4公里长的森林铁路主线甲3个支线，一直是去阿里山看一出甲分海重要交通工具。农委会表示，今年度会进行9个路线边坎场站设施工程，争取今年明年前瞻基础建设预算，推动铁路沿线上下边坎的可能影响行驶安全，以及在监测区调查监测、边坎调查监测作业等，方便后续改善工程。风险评估的时候，一定要加上我们极端气候的因素，就是我们有台风、暴雨、土石流这样子的潜在风险，必须要完整的评估，对我们以后要做怎么样的改善，然后需要多大的经费，做一个整体的分析。学者认为，铁路沿线真侪所在伫土石流、暂时溪流范围，加较并且中关度风险区，营运风险是真大。建议相关单位未来伫调查监测时，也爱将极端气候的风险评估纳入扩大范围，将有更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南方澳大桥长期的铁道作业，也因为昨一直拢咧落大雨，也撑到今仔日透早10点外，才会当互这个船啊顺利通过。另外，交通部伫昨也邀请各县市召开桥梁会议，公布全台湾有39座的桥无修理，说因为是用到中央大学105年的旧资料，其实有的桥早就修理好势啊。工程人员透明关系，铁道南方澳长桥原本有加早起8点将开放渔船出入，却是因为大雨一度延迟事前工程的准备进度。这阵桥已经调理完成，航道也伫早起10点恢复通行。我们航道的物源方面，这边移动之后，我们马上会去确认我们的目标跟相关的一些指标，还有水面下或是经过这个临时水道还是安全的，那就会让。
南方澳大桥放来了后，交通部检测全台的桥，并且调集各地方政府开会，会后公布需要马上派收，也就是被列做有时顶级的桥，全国有126座，其中39座依然也未完成派收。也不过因为这摆是引用中央大学105年的旧资料，未少县市讲被列管的桥早就已经维修完毕，像是台东县的上峰桥，早在2年前就已经修好，却是被列入。南投县也被公布有7座桥无完成派收，也不过南投县工务处讲，全县等待修好的桥只有5座。因立即处置的这些桥梁有漏网啊，那所以那我们是采用筛选了过去3年就是105、106、107年，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中央跟地方政府合作再一次确认这样公布我想是比较一个负责任的做法。交通部讲，调开桥年会议，并且采用105年到107年3年的资料，就是想要让地方政府搁再确认，看一下数字内底是毋是有任何变动。假使若是各地政府检测了后，把相关资料上传登来文件所的网站，而且已经修好，就会解除列管。记者综合报道。发生声音弹整线直接看，香港反送中的示威活动，说伫双十国庆即天，有网友发起港台连线，被庆祝双十的活动，也甲中华民国的国旗是插甲香港满街路。有评论员认为讲，这就是香港民众对香港政府的不满。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慢慢升起来，详细一个看地点却是香港中山公园。伫双十国庆即天，香港民众自发性举办升旗典礼，甲台湾斗阵庆祝。参加的民众讲是希望香港能亲像台湾相关民主自由。台湾人可以拥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可以1人1票，可以选总统、选市长。可是像现在香港这样，议员就算被当选了，也被 DQ， 然后我们现在的民主自由被疯狂的压迫。其实9号开始，用伫香港真侪街路看到中华民国国旗，立伫旺角天桥顶面，更加有人写着"救助台湾民主自由，台湾香港民主路上斗阵加油"真大字。青天白日满地红，甲台湾旗更加搭满规座桥。走在香港的天桥上，处处可以看到抗争的标语。而在双十的这天，他们也特别贴出中华民国的国旗，说要来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并且特别感谢台湾民众来声援香港，呼吁台湾人要守住今日的民主自由。香港那个主权移交之后，就很少那个民众自发出来有那个展现那个国旗的情况。所以只有今年又开始。没错，没错。香港民众自发性发起港台连线，伫街路上挂着中华民国国旗。时事评论员分析，这是因为北京当局甲压力气候香港地区政府，地区政府则佮甲压力气候在现场的人，造成抗争活动继续上升，来表达不满。现在这个敏感的时候里面呢，我不排除特区政府呢会用他们的语言，所谓严格执法。香港反送中运动无停止，伫双十国庆，民众唔拿伫做街路挂中华民国国旗，暗时也会发起到真侪商场快闪唱国歌，继续用行动来表达抗议。同一天，港府是召开跨部门记者会，公布7仔示威冲突，抓到人数已经达到2379人，其中16岁以下有104人，18岁以下有750人。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咧反送中，台湾各地头也发起声援，不过有真侪大学内底的练农场也互迫害，亲像在新竹的交通大学昨暗也发生讲，因为练农场海报互迫害，甚至佫互打反对的言论海报。目前校方已经调监视器，也请自警队加强巡逻，避免这款代志佫再来发生。一张搁一张写着加油香港的字条，搭在交通大学校园内底的连农墙顶悬。这是9号暗时传出交通大学的连农墙，却有人去破坏。破坏别人的言论自由的话，不管是对台湾的法治，还是对台湾的自由，都是一种伤害。就算你不支持，你可以去贴上你自己的意见，但是不要去撕这样子。大家都有表达自己权益的机会，可是就是这样撕毁的话是蛮不好的。
面对着校园内底连农墙去破坏，学校方面表示，大家人拢有表达无共款看法的自由，应该互相尊重、包容彼此的想法。那确实有些被破坏痕迹哈，然后我们会继续再调查了，因为我们会看看那个是不是有周边的那个监视器啊什么，看看什么查出到底是什么人做这个事的。跟这个连农墙或民主墙哈，是希望说学生能够学习哈民主制度里面一个尊重大家不同声音、不同意见啊发表嘛。目前交通大厦校方已经请人调阅相关资料的监视器，另外派人在附近加强巡逻，希望大家会使互相尊重言论自由的权利。记者张君和新潮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初九和记者问到 NBA 火箭队总经理停香港的问题，想袂到伊竟然回答别项物件，而且是哩哩落落得高到菜刀。另外 ，NBA 也有人开始甲支持，也做伙扣钱印衫停香港，要香港居民感谢 NBA 主席坚定的态度。因为 NBA 火箭总经理莫雷支持香港大本果断球团备战热身赛，难免被记者问到相关问题。美国总统川普也无例外，大家即马回应拢特别细致。金州勇士教头科尔圣安东尼奥美市的波波维奇也拢被看拖到。Steve Kerr, and he was like a little boy. He was so scared to be eve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He couldn't answer the question. He was shaking. Oh,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He didn't know how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nd yet he'll talk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very badly. I watched Popovich, sort of the same thing, but he didn't look quite as scared, actually. But they talk badly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but when it talks about China, they don't want to say anything bad. I thought it was pretty sad, actually. Are you okay, the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essuring the NBA over Hong Kong? They have to work out their own situation. Freedom of speech. I felt great again. 波波维奇对 NBA 主席亚当媳妇的处理方式表达肯定，科尔无直接回应。在香港 NBA 球迷完全是想要对媳妇碎毒写。卖 NBA 商品的头家以前是对4个月来抗争活动造成生理6成是真无奈。He was speaking as a U.S. citizen on this occasion. I'm really grateful for his support. 或者同埋其他即係生意度咁就做多啲。讓美國無款平台有人發起接觸做支持香港嘅 T-shirt， 希望伫10月20日伫斯坦普中心登場嘅洛杉磯雷戰免費送人。發起人表示，斯坦普中心無甲2萬個位，所以希望至少應做1萬到1萬5千件 T-shirt， 並且透過實況轉播，予全球看到。記者綜合報道。國際上要緊，咱做伙來看互真。今年第19號風台哈吉比斯是愈來愈強，也往日本的關東地區去啊。目前東京離島地區已經是伫暴風圈的範圍內底。鐵路公司也表示講，伫拜6禮拜會來停止營業。另外，伫日本舉辦的世界盃草橄欖球比賽，甲 F1 的賽車比賽也攏宣布講要來停止比賽。加州北部甲中部對初九開始會做預防性測電，也因為最近天氣是熱閣大掃風個頭，為着要避免電力設備引起野火，當地電力公司也會做出這款的決定。大約有200萬人會來受到影響，雖然真濟人會當理解，不過因也講無電有影是真無方便。去年11月，美國加州爆發史上上界嚴重野火，當時火勢炭燒1個月，也達到85條性命。經過調查了後，有關單位判定，導火的兇手就是太平洋亞速電力公司的送電線。大雨最近一個到了，開發生野火季節，天氣打掃有當時也過熱，而這幾天風閣真透。為咗避免意外再來重演，這間服務的範圍在加州北部加中部的電力公司，有是決定對9號開始分3個階段來展開預防性的斷電措施。It's new for PG&E too, and the PSPS, the Public Safety Power Shutoff, is a measure that we've instituted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We understand it's an inconvenience for our customers, and we regret that. 乡乡停電，拍亂真濟民眾的生活步調。唔那市場頂或是變做規攏烏的，影響交通。真濟餐廳因為冰箱無度用，根本無度來做生意。也有伫營業的超市甲店頭門口，員工攏看到民眾排隊排真長，但要買電池、手電，也有水甲食物這的日常用品。而伫這種情況下，學校也順應正式來停課。不過對着部分以外愛上班的民眾來講，什麼人要來顧囡仔，伊個是一個真大問題。雖然講真濟人對着電力公司的措施表示有理解，安全第一，
不过更加多人是感觉真不满。 I think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power down, to guard against liability. Yeah, it's a terrible inconvenience. You know, the financial consequences for small business owners are extraordinary. I would expect power outages and this type of thing in a third world country. I would not expect tha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t in California. And how people are reacting to this is thinking this is normal. It's absolutely not. 随着气候变化影响加重，也会黑色变大，时间又长，像这款的短期停电，真可能真侪加州地区日常的情形。这波加州史上上大规模的自主性停电，预计受影响人数会达到200万人。就大概什么时阵才法度回归正常生活？太平洋加速电力公司讲，风速是考虑重点。即阵已经知影讲恢复供电，上紧嘛要等到当地时间拜4中昼咯。记者综合报道。 厄瓜多反政府的抗争是继续烧媒体，也逼总统今日中央政府单位刷到西南边较湾海的地区。不过，因也是唔肯撤回减少油价补贴的政策。 厄瓜多首都基多的街啊，警民之间继续以催泪加速弹、甲弹石头等物品的方式对抗。外电引用官方信息指出，目前大约350人被逮捕受押，罪名是阻挡交通、妨碍公共运输服务以及袭击警察等等。虽然街啊呈现混乱场面，总统莫雷诺也微妙迁徙办公地点到西南边靠海城市瓜亚基尔，也过留伫首都基多的内政部长玛利亚罗莫，却真有信心表示，随着暴力冲突案例甲逐工被掠人数减少，混乱的局面真紧就会当恢复平静。A pesar de que este era el día convocado como el Día del Paro Nacional, creo que también ha sido un momento en donde los diferentes sectores hemos tomado conciencia de que no podemos permitir una escalada de violencia sin control. 厄瓜多因为接受国际货币基金 IMF 等组织的纾困，推动经济政策削减开支。原本国际间要求的是提悬将达税3%，不过莫雷诺政府改为实施删减油价补贴，所以造成零售油价起，引起民怨。 外电分析指出，行中间偏正路线的莫雷诺政府支持者以中产阶级为主力，也得到军方战略效忠，对油价起造成民众的生活压力。莫雷诺政府准备针对中低收入户扩大社会支出。另外，厄瓜多也宣布暂时退出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欧佩克，也就是短期内将会照着超过上限输出石油加谈话会。 一方面达到2年来外汇准底增加的目标，一方面加速缩减赤字。根据 IMF 的估计，2018年厄瓜多占 GDP 0.9%的赤字，2020年有希望由红变乌，盈余将会达到 GDP 的3.8%，政府债务也将为 GDP 的46.1%缩减为2023年的36.6%。经济体制改善，敢会当对莫雷诺政府度过这场政治危机有帮助？ 也个犹太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下讲是历史上非常特别的一天。今年除了双十国庆非常热烈以外，亦个真侪海外侨胞登来参加国庆。公司台记台也头摆用全台语来转播国庆的活动。 正大把嘅台湾国旗就挂伫咧运输直升机下面，为总统府头前飞过，众人同齐唱国歌，双十节国庆大典正式开始。今年国庆以看守世界、台湾起飞为主题，除了有精彩嘅三军联谊队国防展演，大船公司佮头一届出现伫咧火车队伍，打造正卡哇伊嘅潜艇火车。啊，今年台湾史上头一届全台语转播，公司台语台主播担任主持人，用4句联报上。 国庆盛事，人使就是讲，若着人着狮头，骹步着徛好在，人着狮尾着摇摇摆摆。人使的功夫实在真厉害，人使的精神逍遥又自在。上前千万唔通存台。其实行主这讲的虽然是有道理，啊，不过因为你存台嘛是共阮看这个节目啦。高台湾味的台语转播，伫咧台语台开台了后，互观众朋友伫咧想看国庆转播的时阵，有新的选择。How do you feel right now? Awesome, awesome, awesome. Where are you from? Jalabi.
咱邦交国的游行队伍穿当地隆重也够严厉的传统服装，以嘉年华会的盛宴来庆祝国庆。为海外来团体总共20团，300多人同齐参与。非常兴奋啊！回来自己的国家嘛，所以我要穿红色衣服来支持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好酒沉暗地，好戏看后尾。上路尾登场的空军旅虎特技小组，更加是把现场气氛擦甲热扑扑。七彩宴会代表国旗3种色，各国人民聚集伫咧台湾的国旗，要将咱台湾的活力也有多元，献予这片爱护咱的土地，同齐祝台湾双十节快乐。记者洪敏珍、陈玉思台北报道。一名英国籍的查甫人林克英，2010年伫台湾食酒开车，弄死一个送报纸的，被判刑4年，煞来迁到去雪兰。台湾即期要引导伊回来台湾面对法律的制裁。不过，雪兰的高等法院对引渡条约有疑虑，6月也判决无要引渡伊。这嘛是国家的尊严。本来就安尼，各一尊严啊，无。咱都无意义啊，对无？啊，咱好尽量我会当个前转来呢。伊伫挂念什么时阵应将弄死后生嫌犯引渡到台湾？黄先生的后生伫2010年被英国籍查甫人林克英酒后开车弄死。2012年林克英被判刑4年后，冒用朋友护照到去苏格兰，为了争取将人引渡到台湾服刑。台湾甲英国伫2013年签署引渡备忘录，提出引渡请求。2014年苏格兰地院判林克英必须引渡回台，不过经上诉后，被高等法院驳回，检方搁代表台湾上诉。英国最高法院伫2017年将专案发回重审。今年6月，苏格兰高院以引渡备忘录无完备为理由判决无要引渡。最后，苏格兰司法部无搁上诉，专案确定。法务部其实有出具保证说，只要林克颖能够引渡，因为特定性原则，我们台湾一定遵守。但是这个部分的保证的效力，就会让苏格兰高等法院说，这个效力其实不太够。对判决结果，法务部表示，只应尊重当时说明这案件并是无什么后果，包括苏格兰政府第一摆接受欧方的引渡请求，启动相关程序，甲台湾加条件保证也得到认同。以后如果我们向其他的国家提出引渡请求，如果一样监狱条件被质疑或挑战的话，就拿出我们现有的监狱条件已经改善、相关事证之外，我们一样就有可能去说服其他国家接受。虽然无法度将林克英引渡回台，不过法务部认为，台湾司法权比英国先进，未来假使澳洲拄到同款的官司，加基地有希望无搁成为台湾的不利因素，拢是司法合作上的重大突破。不过民事部分，台湾法院判林克英爱赔偿家属908万，后日得到英国采金，不过林克英脱产，名下无财物，所以也是无法度执行。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在10月初搁掠到越南渔船非法来台湾经济海域掠鱼，这也是105年来第3摆动发越南渔船。这只作业的查卡船出现伫越南皮西南方127里南国专属的经济海域，就发现海巡人员靠近渔船开始往南逃走。不过却被花莲港甲高雄海巡队100第6艇以海上包围，南国的海巡人员随后强行定检。那个126的小艇，那人员过去啊，先把那个渔获航机图的部分先做收证吧。海巡署舰队分署接到渔民的情资，掌握有关人这渔船外界掠鱼，超前部署进驻高雄港，并且伫10月初查获违法作业的渔船，船装有40尾的昂船、40尾的背后虎。渔业署对船长动罚100万。外国渔船到我们的经济海域抓鱼，就是来我们的家里钓鱼。船长已经在10月9号缴交罚款，缴交罚款以后，这船就可以出海了。这是自105年第3只查获的越南籍渔船，也不过真正互渔民头疼，也是越界的大陆渔船。敢若去年107年，就有86只因为非法越区掠鱼遭到扣留，甲还有达到1293只被驱离。为了处置，国内也搁特别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罚款为原本上悬50万提悬到1000万。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预测，台湾适龄人口到115年会超过100万人，恐惊到时阵中照基金会来破产。
有专家建议讲，中照的来源应该将收税金的制度改做是保险制度，才会当来永续发展。政府推动长照指点控计划，今年已经服务80万名适龄失智甲身障者。按过为发布办的长照服务发展基金收支推估报告出来，推估台湾适龄人口到115年会超过8万人。外界烦恼8年后长照基金恐怕无够用。到110岁你是可以去得到平等，但是在做了自己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编列公益一下。卫福部推估报告指出，108到111年，遗产税甲政务税每年应予长照基金63亿，婚税每年是有233亿，房地合一税每年是有29亿，分管是0.24亿，加起来长照税收每年差不多是315亿。按过随着人口老化，长照需求增加，到了116年，恐怕无钱通用。有学者就建议政府爱找找更较稳定的财源，比如提悬营业税，若无应该比照日本德国推行长照保险制度，将永续发展。早先也曾经用社会福利的方式推动环境10年计划，但是毕竟那个都只是局部的所以后来在那个2000年他们走上长照保险。对此，卫福部强调，为了使财源调整有弹性空间，长照指点控以指定税收作为财源。未来随着适龄人口增加，会将其他可能的财务方案纳入考虑，各望望应使用公务预算。记者综合报道。第一届国际海牛文化节初6伫中华环湾来开始咯，民众会当坐着海牛车出海来体验，也因为红湾目前是这个所在海牛敢若剩6只尔，地方也烦恼讲海牛文化会来消失，也决定要办海牛学校，接班这海牛，互因当文化继续来传承。民众坐着海牛仔车，伫咧鹅龙的导领之下，出海体验鹅龙的生活。中华县洪湾乡的海保牛车采鹅文化，伫2016年被中华县文化局登录为国宝级的无形文化资产。不过，即马会使落海的海牛，敢若剩6只。当地海牛文化工作者烦恼，若是无海牛采鹅文化卖得咧消息，决定要办海牛学校。以后叫这些人去养牛，他会很累。那你何不用一个海牛学校的角度？你要养牛好，你就把牛放回来，牛车也放在这个地方，不然你再叫他去租一个地方，那个角度跟意愿还不如大家群体一个合作的方式。为清水表示，海牛学校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培训第2代海牛来接班。另外，嘛会使成为环境教育，也有海牛青龙的训练基地，进一步把海牛文化打造成为品牌，协助传统渔船再生。中华县农业处嘛相当支持海牛学校的想法，会来提供相关的协助。来争取中央的一些相关的预算之外，我们会来连结行政院农委会的畜产试验所，来怎么样提供这些海牛来作为这个学校的一个训练的对象。那我们也会在扩大来办理这些海牛文化节的这些相关系列的活动。中华县府表示，全世界利用牛落海协助运河的甘风湾，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牛文化。10月6号举办了第1届国际海牛文化节，所落来除了协助海牛学校的成立，嘛会向争取列做世界文化遗产的目标来努力。记者张华综合报道。伫咧北港朝天宫上界尊贵、上老的妈祖，号做是祖妈。第3代祖妈桥也已经好咯，这顶桥也开了上千万。由16位雕刻师傅经过8冬，慢慢雕，慢慢磨，也将朝天宫内会当看到的拢浓缩伫这顶桥内。8年多的主妈神语，在今天正式竣工圆造。众人做伙甲红布掀开，北港朝天宫第3代的祖妈桥正式和大家见面。这座祖妈桥为100年开始动工，经过8年总算完工。工艺师用因幼路的手工，为桥底到桥顶，用天地水无共主题雕刻，甲规座朝天宫拢刻落这座乱桥内底。咱今仔日的雕工是非常有，咱有分做3部分，有海的，有陆的，有空的。海咱就有鱼的水族，中迄就后24节气，嘛用讲拢一间小小朝天宫的一寡
做法，伊的标的拢会讲一顶小的朝天宫的形象出来咧了敬安。朝天宫300多年的历史，第一代宗马桥目前做是真侪新桥设计建本，庙方等要甲第一代新桥申请做古迹。伫咧马祖无出巡的时阵，3代新桥拢会伫咧朝天宫的大楼来展示。阮村的第一代、第二代吼，就是拢要留那种观赏哦吼。啊，第一代已经在申请吼国宝级的这个桥了吼。这顶第3代的宗马桥，除了桥顶的六角外形和第2代相像，其他拢重新设计。工艺师用真侪苦心甲功夫，这也是头一届甲马祖的座位来降价，互信众会当伫咧真侪角度拢会当看到马祖。这顶宗马桥按算明年就会在马祖出巡，到时大家就会使近距离来欣赏这座新价不凡的乱桥。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上新的消息。去年因为瑞典学院的圣挑文来当点一讲的诺贝尔文学奖，拄来公布咯。今年有2位得奖者，分别是波兰的奥尔加·朵卡迪以及奥地利的 Peter Hank。2018年的得主朵卡迪是波兰当代上届受到欢迎的女作家之一，伊的写作方式有融合着魔法加写实的风格，反映出波兰人民的日常生活加世界观。也在今年的文学奖得主 Peter Hank， 伊是一个小说家、编剧，也是电影导演。瑞典学院予朵卡迪的颁奖词是用到伊用千变万化的广告对万事万物的热情，展现生命形态无尽丰。而且，和 Peter Hank 的颁奖词是讲伊的作品影响力是真有路，用到有路语言去找出人生的经验以及konkr快奥妙。文学加文化的根底，咱拢做伙来明白。在法国有一位训练师为着要宣传环保意识，伫咧白买海鸟的卡接片拍一个摄影机，透过鸟的视野会当看到阿尔卑斯山冰川特别样啊。为合办2000公尺平台跳落去，训练师伫这只叫做维克多的白尾海雕卡接片拍摄影机，透过360度全景镜头，看到阿尔卑斯山美丽风景，同时也发现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已经出没偌济。We hope that people seeing how beautiful our nature is, we can really raise awareness to do something to reduce our impact on climate. 训练师想要透过维克多的视野，唤醒全球的环保意识。因为北尾海雕分布伫高纬度地区，虽然目前被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为暂无开基物种，不过这几年来为气候变迁影响，伫欧洲数量已经减少真济。Et ça nous pose des problèmes parce qu'on se dit que faire revenir ces aigles dans un environnement qui ne serait pas propice à ça n'aurait pas de sens. Donc il faut d'abord protéger cet environnement pour pouvoir ensuite remettre ces aigles dans la nature. 受到全球暖化影响，白浪峰冰河每年消退，山崩甲大水真济。科学家指出，过去50年来，阿尔卑斯山的气温升悬1.5度，白浪峰阁升悬2度，超过全球平均的0.8度。今年8月研究阁指出，法国境内2大冰川为20世纪开始已经消失1/3，可能伫21世纪结束进程就完全消失。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为20度到31度，中部地区为21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为23度到33度，东部地区为20度到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3度到32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法国看因红模仿庆祝，也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
了。